音樂嘅價值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傾一個好重要嘅題目，就係音樂嘅價值。佢唔只係好聽咁簡單，而係一個可以幫助學業、職業同埋可以改善整個人生嘅工具。唔好當音樂係一個終點，佢唔係一種娛樂同埋減壓工具咁簡單。唔係每一個人都想做音樂家或者鋼琴家，但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想做人生嘅贏家，而音樂就可以幫到你做到呢點。佢係一個可以通向其他嘢嘅橋樑。音樂係一個訓練大腦嘅工具，可以教人學好多新嘢，因為佢可以幫大腦建立一套強大嘅底層邏輯。首先，等我哋睇睇一個經典嘅例子，就係李斯特同佢作嗰首歌叫做《La Campanella》，意思係鈴聲。李克勤同郎朗同埋韓國女子組合 Blackpink 都用呢首歌嘅主旋律做佢哋其中一首歌嘅一部分。呢個將古典音樂融入流行曲當中嘅做法，成日都發生。講返轉頭，鈴聲 La Campanella 呢首歌其實有兩個版本。1838年第一個版本比較粗獷同埋聽上去好唔穩定。但係1851年嘅版本係多數人會聽到嘅版本。李斯特作1838年嘅版本時候只有27歲，所以首歌一味顧住要俾彈奏者炫耀自己嘅技術，同埋要佢哋用好多死力。而1851年版本變得爐火純青，恰到好處，證明佢變咗一個更加成熟嘅藝術家。新版本更加有效率，更加有音樂感，更加有智慧。佢話舊版係自己年少嘅時候犯嘅錯誤，叫出版商唔好再買。李斯特作曲就好似一個工程師咁樣，佢用咗20年嘅時間將首歌改到更加好聽。呢啲改變可以用一個表列出，改變主要有3方面。第一，將代表鈴聲嘅音移至更高，令到鈴聲更加清楚。第二，佢設計到啲音彈奏嘅時候更加符合人體工學。第三，舊版太過沉重，而新版就更加輕盈。李斯特修改同彈奏鈴聲呢首歌嘅過程，同我哋學任何複雜技能嘅道理一樣，都分3個階段。第一步，利用邏輯，每一個動作都要刻意地喺意識層面上進行，會比較生硬。第二步，將邏輯同規律逐步放入去潛意識裏面。第三步，利用直覺同意志主導。第一步嘅邏輯同做嘅動作、規律等都被壓縮喺直覺同意志裏面，所以睇上去好似好容易。隨心所欲呢個狀態叫做 flow， 就好似啲河水自然流動咁。發生喺1882年嘅故事，直接解釋到乜嘢為止，將一件事做到登峰造極。當時嘅情況係咁樣嘅，有一個學生喺李斯特面前彈佢作嘅呢首鈴聲 La Campanella， 彈緊開頭有好多跳躍嗰段，不過錯漏百出。最後已經70幾歲嘅李斯特好唔耐煩咁叫學生走開，親自喺鋼琴示範彈，結果係一個音都冇錯。佢仲係唔使睇住琴鍵，轉頭對住學生講：我意志催促我嘅時候，我就可以做到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有志者事竟成呢個意思。佢彈琴嘅時候唔需要用眼睇，只需要心領神會。呢個情況就好似切嘢嘅刀靈活咁喺拉隙中嘅空間游走咁樣。呢種境界其實同中國莊子庖丁解牛呢個故事裏面講嘅情況一樣。故事裏面劏牛嘅廚師19年都唔使換刀，因為佢唔使用力去劏開隻牛，只需要用心靈感覺隻牛身體裏嘅拉隙，刀就可以自由咁喺拉隙之中游走，所以把刀就唔會遇到任何阻力，永遠唔會磨損。請注意一點，大師嘅直覺唔係魔法，其實係被高度壓縮嘅邏輯同埋遵從物理定律嘅動作，係用時間將呢啲嘢融入潛意識裏面嘅成果。就好似建造一條高速公路之後，你可以喺路上面行得又快又順咁樣。我哋大腦裏面嘅神經線就係呢條高速公路，而開發呢條高速公路嘅工具
就係鋼琴嘅練習同樂理嘅訓練。如果冇之前嘅邏輯規範，就唔可以達到後來嘅直覺。更加有趣嘅嘢係音樂呢種結構唔係亂嚟嘅，底層邏輯係物理學同數學嘅混合。兩個隔開8度嘅音，聲波頻率比例係2:1。如果隔5度就係3:2， 4度係4:3， 3度就係5:4。全部都係簡單嘅分數。呢樣嘢早喺古希臘嘅時候，啲人就已經知道。有好多我哋覺得好和諧嘅音樂，頻率比例都係一啲好簡單嘅分數。呢啲音樂同數學嘅關係只係冰山一角。音樂包含咗好多主宰我哋呢個宇宙嘅數學同物理喺裏面。學音樂嘅時候得到嘅技能可以轉移去好多其他領域裏，例如專注、耐性、分析事件背後複雜結構嘅能力，發生錯誤嘅時候揾到問題核心嘅能力，同埋學識點樣將邏輯壓縮成直覺，最後變成具體行動嘅能力。呢啲技能可以應用喺電腦程式編寫、數學、財務分析、物理以及人文科學等等不同嘅領域。音樂更加有另一個價值，正如著名物理學家理察·費曼 （Richard Feynman） 好欣賞嘅一句佛經講咁：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。而家人類所知嘅科學、電腦技術同埋人工智能，俾到我哋人類非常大嘅力量。簡直係一把可以打開天堂嗰道門嘅鎖匙，但係只需要一念之差就會打開地獄之門。科學本身唔會話俾我哋知乜嘢為之好，乜嘢為之唔好。我哋仲需要人文科學去俾我哋智慧，而音樂就係理科同人文科學之間嘅橋樑。通過音樂訓練大師級嘅意志，人就可以學識點樣將理科嘅邏輯壓縮成為人生嘅智慧同直覺。呢個過程非常具體，符合腦神經科學嘅定律。音樂可以訓練人嘅專注、記憶力、自我約束力、橫向思維等。呢啲嘢可以幫助提升人嘅學術成就，更加對一個人嘅事業發展同生活質素有正面嘅影響。呢一連串嘅後果成為一個骨牌效應，而第一個骨牌就係每日起碼15分鐘嘅練琴。最後想你哋諗一個問題，喺呢個充滿噪音嘅世界，你會點樣訓練你嘅專注力？